我教呢個發達夜總會嘅女子波馬入門興趣班，主要係教女士們了解男人究竟係點樣玩波馬，等大家一旦陪條佬玩嘅時候，都唔使口行行唔識講 ，at least 都搭到嘴，吹到水。Sir，you are right，但係啲女好蠢㗎噃。Exactly 啊，真啊。兩位小安無躁 ，don't angry。大家如果想女人明白男人點玩波馬，記住呢句説話 ：Are you fat tonight？個 fat 字唔係解肥胖，係解你睇咗 Fat 得夜總會未 ？Are you fat tonight？Are you fat tonight？Yes, I am. Fat 得見，早啲到喎。咁點見啊？大家記住，發達夜總會現正招生，所有對波馬零認識嘅女士們，機會嚟啦！加入由我主理嘅女子波馬入門女子波馬入門興趣班，成為我哋現場嘅學員。學成之後，你就唔使再怕同嗰啲男人睇波睇馬嘅時候冇偈傾，一個唔覺意仲發埋達添啊！快啲嚟報名啦！有興趣嘅女士們，請將姓名、年齡、近照同埋一個想參加女子波馬入門興趣班嘅原因，透過以下 QR Code 或者連結登入 Google Form 填寫上載，我哋就會有專員聯絡現場學習。入咗門發咗達，唔好唔記得我哋啊！夜總會發達，發達夜總會。